呢幾個字曾經喺至高無上嘅位置俯瞰住呢個國家，曾經佢亦係跟隨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消失喺歷史中。1915年嘅年尾，袁世凱除咗清朝乾隆年間懸掛嘅匾聯，從此佢哋失去蹤跡。阮鴻旗係太和殿匾聯修復嘅總指揮。當時恢復呢個匾嘅時候，一啲資料都冇，我哋就憑住一張照片，呢張照片就係1900年一個外國記者影嘅。照片上太和殿大匾嘅呢個位置，我哋同實際嘅位置進行咗對照，設計咗呢個尺寸出嚟。照片上匾額嘅字跡依然清晰，係乾隆皇帝嘅御筆親書。上承天命嘅皇帝應該做九州萬民嘅榜樣，咁係幾咁艱難嘅事，點可以唔恭敬呢？上天幫助同心同德嘅人，願永遠保佑天下太平。極係屋脊正宗嘅梁，建極就係要建立中正嘅治國方略。雖係順應嘅意思，又為道為法則。建極須由係講天子上對皇天，下對庶民，都有神聖嘅使命。佢應當中正咁治理國家，順應大道。當年皇帝喺呢一塊匾下面，無論係坐抑或企，佢都要考慮到自己嘅責任。匾聯上嘅呢啲警句，對佢係一種約束，諗住自己統治天下、行使權力嘅呢一啲責任同義務。呢副楹聯告誡皇帝，皇權受命於天，祖宗創業艱難。守業嘅君主須敬天愛民，執政公允，永保四海太平，九州澄清。西方嘅宮殿雕刻具體嘅人物形象，人物亦都成為建築嘅裝飾。而喺中國，懸掛嘅係書法，抽象嘅文字宣示住觀念、諾言、祝願、目標。2002年，故宮博物院過百人合作，依照1900年嘅照片，歷時1年，複製咗呢套匾聯。建極須由，時刻勸誡住君王，要保存咁樣嘅治國理想。尤其係我哋作為工程歷史研究者，就更加應該將呢件事做好，因為恢復歷史，等大家知道歷史所發生嘅一切係我哋嘅責任。每年冬至，太陽照射喺北半球嘅角度，
係一年中最低嘅一日。呢一日，陽光照入太和殿嘅深處，照亮見極須遊。